乡亲啊，讲适度食咸的对咱的健康有帮助，因为咸椒内底的红菜头素会当抗氧化，会当预防癌症，防止血管硬化。但是袂使食过量，身体若有一寡状况，我那袂当食，来听医生安怎讲。大火快炒虾仁、甲鱿鱼，要提味一定爱放咸椒啊，佮加上咸椒仔油，提升香味。真侪人爱食咸，但是佮行去伤着胃肠。但医师讲，适度的食咸，其实对健康有好处。它可以防止这个动脉硬化，还有它可以抗癌的一个作用。原来咸椒内面的红菜头素会当有抗氧化的功效，若是降血压，也会当预防心血管疾病、刺激血液循环，甚至有止痛、预防感冒的功效。医师讲，一天建议会当食3-4克的咸椒啊，上爱食咸的是韩国人，什么料理拢有加咸，不过也是有人无适合。如果胃你本来有溃疡或是有出血的，因为吃下去它刺激的那个原来的破皮的地方，所以会比较不舒服。医师讲，身体有发炎的反应，亲像是条啊，或者是有痔疮的人，这咸的加速血管的扩张，可能会变加愈严重。也有网络传言讲食咸会当减肥，这嘛是无影的。食麻辣锅伤过油，也有可能会变胖。但是把握几个小撇步，食咸，卖当食较健康。